哇！又話香港假期啲人上晒內地嘅，你睇下呢間酒樓。我頭先喺出邊啊等咗差唔多半個鐘先入出嚟啊，全個酒樓係爆晒棚嘅。喺香港咧，如果係要揾到啲好食嘅飲茶嘅地方咧，其實都係要排隊嘅喎。呢間酒樓我成日嚟㗎，咁即係假日啦，食開3、4個點心，其實都係講緊百幾蚊，唔算好貴。所以喺假日，如果你想喺香港食得飽又好味嘅話，其實兩個人百零蚊，我覺得都算 OK 㗎啦。大家覺得香港仲有咩優勢啊？咁而家每逢長假期啦，好多香港人都上咗內地消費啦，咁再加上都少咗內地嘅旅客嚟香港玩咁樣，所以最近呢幾年啦，每逢長假期咧，香港嘅街道都普遍比較冷清咁樣嘅，好多商業區啦，又或者民生區啦，的而且確係少咗好多人咁樣。呢段時間其實就係俾機會香港嘅老闆去望清楚現實嘅情況，亦都係一個機會俾好多地鋪啦去睇清楚，冇咗旅客佢嘅鋪租應該要以乜嘢嘅程度去作一個調節啦？我覺得只有香港人或者香港嘅好多老闆認真認清呢個咁樣嘅現實，香港嘅鋪租、香港嘅樓價先會慢慢作出一個真正認真嘅調整。香港嘅好多地鋪嘅成本啦、樓價嘅成本先會慢慢反映出嚟咯。本來一間鋪嘅鋪租係值10蚊，但係因為過往10幾20年好多自由行嚟咗香港，而令到佢嘅租金變咗30蚊、40蚊、50蚊，甚至100蚊。而家旅客少翻啲啦，咁係咪應該做翻個調整呢？係咪應該去翻60蚊、50蚊，甚至40蚊？咁先可以令到香港好多生意啊！香港嘅零售業、香港嘅飲食業重新有一個新嘅定價，咁先可以重新有個競爭力咧。短暫係痛嘅，不過長遠嚟講，我覺得係未必係件壞事。而家好多地鋪仲係天價，咁其實好多生意都係寸步難行，出街食餐飯求其，唔係太好食，都講緊60、70蚊。咁旅遊區更加唔止，咁樣其實係削弱緊香港嘅競爭力咯。對於香港今年零售業、旅遊業又或者飲食業嘅走勢，你又點睇啊？你覺得下半年香港嘅經濟會有好轉嗎？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啦！